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7月1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42篇，阿摩司书第5章第1节到第9节，使徒行传第21章27节到29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悔改。悔改必须有一件先决条件，那就是要知罪。知罪才能够悔改，要所谓的知错能改。在知道之后，再加上悔改的行动，这个两件事情呢，是先后的事情，但是却是缺一不可的事情。悔改是上帝所喜欢的事情，如同大卫的诗篇51篇，他的悔罪诗，他这样祷告说：上帝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因为你有永恒的爱。求你除掉我的过犯，求你除掉我的过犯，因为你有无穷的仁爱。求你清除我的邪恶，洗涤我的罪孽。你知道我的过犯，我自觉藏在罪恶中。我犯罪冒犯你，得罪的就是你。我做了你认为邪恶的事，因此你审判我是理所当然。你责罚我是我理所应得的。我一出母胎便是邪恶，我出生之日就充满了罪。大卫从认知上知道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，他也认罪，从心里诚心的悔改。上个礼拜我们提到了先知的工作，就是要提醒人自己所犯的罪跟上帝的关系，让他们能够回转来转向上帝，就是我们说的悔改。那这样的一个行为，这样的一个先知的工作，就如同在阿摩司书第5章第1节到第9节所提到的以色列人的罪和他们的悔改。圣经这样记载说：听啊，以色列人，我要为你们唱一首挽歌。处女以色列已经跌倒，再也站不起来，在他被摔的地上，没有人能够扶他起来。至高的上主这样说：以色列的城派出1000名的士兵，只有100名活着回来；派出100名的，只有10名回来。上主向以色列人说：要寻找我，才有生路。不要到别是巴礼拜，不要到伯特利寻找我。伯特利要变为乌有，不要去基甲，基甲的人会流亡。要寻找上主，才有生路。你们若不去找他，他要像一把火烧尽以色列人。这把火要烧尽伯特利的居民，没有人能够扑灭。你们要遭殃了，因为你们歪曲了正义，剥夺了人民的权利。上主创造了星辰，造了这个昂星和残星，他使白昼变为黑夜，把黑暗变成光明。他吩咐海洋的水倾倒在地上，他的名是耶和华。他使强者遭灭亡，使堡垒被摧毁。有句话说，假睡的人叫不醒。不知道自己有罪的人，根本就是故意沉睡于罪中的人们。
是叫不醒的。旧约当中的以色列人是如此，在初代教会中的犹太人更是如此。他们自以为意的，他们以为自己是站在上帝的正义的这一方，他们以逼迫使徒、压迫保罗为志向。使徒行传第21章27节到29节记载了保罗在圣殿被抓的一个情形。那7天期间快要结束的时候，有些从亚细亚省来的犹太人看见了保罗在圣殿，他们就煽动群众抓住保罗，呼喊说：以色列人啊，来帮一手吧！这个人到处说教，反对以色列人民和摩西的律法，也反对这圣殿。现在他居然带着希腊人进入圣殿，误入了神圣的地方。他们这样说是因为看见了以弗所人特罗菲摩跟保罗一起在城里，他们以为保罗曾经带他进到圣殿去。然而陷害保罗、害保罗被抓的就是这一群自以为意的犹太人，他们自认为代表着上帝的震动，代表着上帝，他们完全不知罪，也不愿意悔改。诗篇142篇，求助的帮助。我恳求上主帮助我，高声的呼求，我向他吐露一切的苦情，陈述一切的患难。我快要绝望的时候，他知道我该做的事。在我行走的路上，我的仇敌展开罗网要陷害我，我左右观看，找不到朋友来救助，我找不到逃脱的路，没有人关怀我。上主啊，我向你求助。上主啊，你是我的避难所，你是我今生所需要的一切。求你垂听我求助的呼声，因为我沦落在绝望的境地。求你救我脱离欺压我的人，因为他们比我强大。求你救我脱离灾难，让我能够颂赞你的名。一人将环绕着我，因为你恩待我。恳求主帮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时刻的自我反省，也愿意听上帝的提醒，来面对我们的错，诚心的悔过，转向上帝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生命求，阿们。